台南有一间伫要开一架子的传统老店，传到第3代了。60岁头家蔡东宪，10岁就对着老爸做镀锌的产品。民国50、60年代是生理上界请赢时阵，尽管尾塑胶制品来出现，市场是大幅来萎缩，但是蔡东宪也是坚持传承这项的手艺。今仔日的看见台湾，国宝师傅。 国家咧去酷叫60岁蔡东宪真专心开始有酸培田的一天。这样个弄歹啊，无拢也足久的啊。伊做出来是已经真罕见的RN 产品。你较美的啊。较早做的大部分拢是大卡桶啊，甲回去时代变化，即摆人去定做的拢是较细件的。这第一，哎，拢说大人咧买，日本人。 台南这间阿燕店开店将近60档啊，目前经营是第3代头家蔡东宪。因为10岁开始，因老爸就要求伊爱辛苦磨练。伊阿讲读册无好用啊，做这较实在啊。民国50几年是店内生意上好的时期，真侪人想要学这门的功夫，因为民国68年以后，较俗的塑胶产品一个出现饲草就歹啊。后来因老爸过身，迄个时阵，较无20岁蔡东宪将传承的使命打起来。才有去讲我人啊都无啊，因为全台湾省已经要找做这无几间啊。 用棍来用的特质，和蔡东宪对因兜的产品真有信心。虽然讲是小众的市场，因为伊认为讲，只要有被看到的可能，就值得伊继续为这项手艺坚持落去。